2025年12月14號，澳洲悉尼著名景點邦代海灘發生近30年嚟最嚴重嘅槍擊案。有猶太社區喺海灘上面慶祝光明節嘅慶祝聚會，結果迅速演變成一場恐怖嘅殺戮。槍手懷疑受到伊斯蘭國極端思想影響而犯案，結果造成最少16人喪生，超過40人受傷。一向以嚟，大部分人嘅心入邊都會覺得恐怖呢兩個字係同鬼魂或者妖魔鬼怪扯上關係嘅，但係其實原來更加恐怖嘅係天災人禍獸殺，分分鐘以上所發生嘅事情啦，恐怖過鬼。容讓我哋一齊嚟到擺脫靈異嘅目光，用凡人嘅視覺探討一下真正恐怖嘅事情。Hello， 大家好，我係二郎神，歡迎你進入阿媽有鬼另外一個新世界。喺2025年接近尾聲啦，但係發現世界各地非常嘅唔太平噃。即使錄音嘅今日啦，喺2025年嘅12月24號，亦都即係平安夜，但係環顧成個世界一啲都唔平安。除咗早前喺11月香港大埔發生嘅一場災難式火災之外啦，喺今個月12月頭嘅14號啦，澳洲悉尼發生咗槍擊案噃。而原來同一日啦，喺美國羅德島布朗大學亦都同時發生咗一單嘅槍擊案嘅。而喺啱啱嘅12月22號啦，喺南非一間嘅酒吧同樣亦都係發生咗無差別嘅槍擊事件噃，結果係造成咗9死10傷嘅。而喺台灣啦，亦都發生無差別嘅持刀斬人事件，成個世界好似變得亂七八糟一樣。而喺今日平安夜啦，喺呢個不問世事只問自己嘅大時代底下，好多人因為放縱自己個人嘅感受，結果糊裡糊塗搞出人命嘅時候，係咪應該好好咁樣去審視一下乜嘢叫做生命呢？平安係咪真係必然嘅呢？今日呢單嘅人禍啦，主要我哋係集中喺澳洲悉尼嘅邦代海灘槍擊案入邊嘅。而呢單嘅槍擊案啦，係發生喺2025年12月17號喺澳洲新西威爾斯州嘅首府，兼且係第一大城市悉尼著名嘅景點邦代海灘發生嘅一次大規模槍擊事件。而涉案嘅槍手啦，係受到伊斯蘭極端主義思想影響嘅兩父子嚟㗎噃。主要佢哋針對嘅目標啦，係當地哈巴德猶太教會喺邦代海灘兒童遊樂場附近一個公園主辦嘅光明節慶祝活動嘅，被當地警方啦定義為反猶太主義恐怖襲擊事件。而呢個槍擊事件發生喺當地時間下晝嘅6點45分，地點就喺坎貝爾大道路邊停車場附近嘅。兩名嘅槍手啦，係從一個行人天橋上面用長槍向住唔夠100米外嘅公園嘅人群連續射擊咗83次。而新南威爾斯州嘅警察隨即抵達同埋封鎖咗現場嘅，同時亦都呼籲公眾遠離嗰個地方嘅噃。而今次嘅事件啦，總共係造成咗16個人死亡，其中包括啦2名槍手其中一個嘅。另外至少啦係有43人受傷嘅，當中係包括第2名槍手啦，同埋至少有2個警察嘅。而警方隨後亦都喺槍手嘅車入邊發現咗一個懷疑係簡易爆炸裝置，亦都好快咁樣啦安全移除咗啦。呢一次係澳洲有史以嚟第2致命嘅大規模槍擊事件嚟嘅，對上一次呢，就喺1996年喺亞瑟港槍擊案，亦都係澳洲歷史上面啦最致命嘅恐怖襲擊事件嚟嘅。邦代海灘位於悉尼嘅東區，係澳洲最著名嘅海濱景點之一嚟嘅，亦都係悉尼最重要嘅觀光同埋夜生活區添。而邦代海灘同埋附近嘅邦代啦，同時亦都係悉尼猶太裔嘅中心區域嚟嘅，係澳洲2大猶太社區之一。而另外一個啦，就位於墨爾本內城東區同埋南區嘅猶太社群。其實悉尼本身呢，亦都係澳洲穆斯林嘅主要聚居地之一嚟㗎。喺2016年澳洲人口普查顯示得到啦，全國信奉伊斯蘭教嘅人口啦有42% 係居住喺悉尼嘅大都會區嘅。
而同世界好多地方嘅情況都好相似啦。自從加薩戰爭爆發之後啦，澳洲嘅反猶太主義係升級咗嘅，而針對猶太裔團體同埋個人嘅孤狼式襲擊事件呢，明顯係增加咗。而其中最典型嘅案例呢，就包括有2024年嘅4月啦，喺邦代購物中心有持刀傷人事件嘅。而喺同年嘅8月，澳洲安全情報組織亦都將國家恐怖主義威脅等級啦，由可能調高去到極有可能嘅。而其中因為加薩戰爭導致咗反猶太襲擊係主要原因之一。而 ASIO 嘅總幹事邁克伯吉斯咧，亦都指出喺2023年嘅10月7號，哈馬斯襲擊以色列之後啦，升級嘅加薩戰爭入邊出現咗針對以色列實施種族滅絕嘅指控。同埋猶太社區普遍咧係高調展示對於以色列政府無條件支持，亦都係促進呢一類暴力襲擊嘅主要重要因素之一嚟嘅。亦都因為咁樣啦，澳洲社會越嚟越激烈咁樣政治極化，不寬容嘅情緒啦，亦都升高咗。而社交媒體上面一啲嘅假信息啊、假新聞等等啦，亦都搏晒老命咁樣亂咁傳吧，搞到越嚟越多人啦接受以上種種嘅事件啦，都係陰謀論嚟嘅，亦都係加劇咗安全風險嘅關鍵原因。而其實喺呢個槍擊事件發生之前冇幾耐啊，澳洲政府啦，亦都曾經指責伊朗策劃同埋支持發生喺澳洲境內多次嘅襲擊行動嘅噃，包括有2024年墨爾本猶太教堂襲擊事件啦，亦都因為咁樣啦，係驅逐伊朗嘅大使嘅。而喺呢一次沙灘槍擊事件發生之前呢，其實澳洲已經係全球槍械管制最嚴格嘅國家之一。原因就係喺1996年啦，曾經發生喺塔斯曼尼亞州造成35人死亡、23人受傷嘅亞瑟港槍擊案。而目前嚟講咧，澳洲係嚴禁平民擁有自動武器嘅，而相關嘅法規啦、設定嘅限制，亦都使到大多數普通公民好難合法咁樣獲得半自動手槍或者泵動式散彈槍同埋手槍嘅。不過即使係咁樣都好啦，自從亞瑟港大屠殺之後啊，澳洲嘅私有槍械數量同埋合法持槍許可證啦，人數依然係持續咁增加嘅。而喺邦代海灘以南大約唔夠8公里啦，原來就係全澳洲最大幾個射擊場之一嘅步槍射擊場嚟㗎噃。除此之外啦，因為局部地區同埋機構監管基本上啦都係好鬆散嘅，澳洲其實啦仲有住一定數量未經註冊嘅非法槍械嘅。通常啦就會喺啲鄉村同埋有組織幫派當中用嚟偷偷打獵啦、械鬥、襲警同埋職業暗殺等等嘅。呢一次邦代海灘槍擊案啦，當地警方確認咗係2名嘅槍手，佢哋咧係一對父子，分別係50歲嘅薩爾德·阿克拉姆同埋24歲嘅納維德·阿克拉姆。50歲嘅爸爸啦，係當場被警方擊斃嘅，而後者亦都即係個仔仔啦，係重傷之後被逮捕，而且喺警方嘅看管底下啦，送到去醫院嗰度救治嘅。2個人都係印度裔嘅，而爸爸薩爾德咧係嚟自於印度南部泰倫加納邦首府海德拉巴，喺1998年嘅時候啦，以學生簽證移民去到澳洲嘅，而之後咧就同當地一個歐洲裔嘅女性啦結婚，而且喺2001年就改為伴侶簽證同埋返程居民去到簽證嘅，但依然咧就保留住印度嘅護照，而佢個仔維納德咧就係澳洲出生嘅本地公民嚟㗎，而案發之前呢，佢係任職砌磚嘅工人嚟㗎，只不過案發當時呢，就啱啱失業冇耐㗎。而根據泰倫加納邦警方向 BBC 記者透露所得知啊，薩德爾之前呢係有6次翻到去印度，而最近一次呢就喺2022年嘅，主要啦都係翻去處理一啲財產事情同埋探望年紀大嘅父母啦。只不過佢嘅家人咧一直都唔知道，原來佢啊係有極端思想同埋曾經參與過極端活動嘅噃。而基本上薩爾德同佢嘅家人啦，基本上都係好少聯絡嘅。而一對父子佢哋一家人啦住嘅位置就喺悉尼大西區嘅邦尼里格，
而喺案發之前幾日啦，佢哋兩父子就喺悉尼西南近郊啦，租咗一間住宅噃，但係就話俾屋企人聽啦，會去傑維斯港嗰度捉魚嘅。而警方亦都去到嗰個住宅嗰度進行搜查啦。而搜索嘅行動結束之後啊，另外亦都逮捕咗一個男人同埋一個女人嘅。而薩爾德啦係有槍證同埋射擊俱樂部嘅成員嚟噶噃，而且註冊擁有咗6支合法嘅槍械啦。而佢個仔納維德亦都曾經喺同一個俱樂部入邊啦係練習射擊嘅。而案發當日兩個人啦一共係攜帶咗4支配有紅點鏡嘅槍械，而其中3支啦就喺依次槍擊案當中使用嘅。襲擊發生嘅時候啦，邦代當地嘅哈巴德組織正喺度舉行緊稱之為海邊光明節嘅年度慶祝活動嘅，而活動嘅地點啦，亦都係著名嘅邦代涼亭東面嘅亞薩公園。當時啦，接近有成1000人參加呢次嘅慶祝嘅，因為當日悉尼嘅氣溫啦係高達32.5度嘅噃，而且又係星期日，所以當時現場除咗聚集慶祝嘅猶太社區成員之外啊，其實亦都有好多普通嘅遊客啦，去到海灘嗰度游水嘅噃，總共大約啦係有2000幾人嘅。而襲擊發生喺當地時間下晝大約6點45分，而喺襲擊發生之前呢，有一對啱啱喺現場散步嘅老夫婦就注意到啱啱到達海灘街邊嘅槍手嗰部車上面呢係展示咗有伊斯蘭國嘅聖戰黑旗嘅噃。而當呢對槍手行出車嘅時候啊，老夫婦都企圖啦，衝去前面將佢哋手上面嘅槍搶走嘅，但係槍手即刻就拎出另外一支槍，將兩夫婦當場射殺。而之後兩個槍手啦，着上黑色嘅上衣，就走到沙灘嘅北邊，跨越停車場嘅行人天橋，開始向東南方公園入邊聚集嘅人群開槍射擊啦。而事發嘅時候啦，一位猶太社區嘅領袖正喺度發表緊演講嘅。而根據現場畫面顯示啦，最初有好多人將槍聲誤以為係炮仗聲，而喺短暫嘅錯愕之後啦，就開始趴低匿埋，又或者開始四周圍逃生啦。而混亂當中啦，相繼有人俾槍射中而瞓低，而其中一名槍手薩爾德更加走落去天橋縮短距離，而且用散彈槍向人群開槍噃。而咁啱路過嘅一名中年男人啦，就由後面慢慢接近撲向薩爾德之後啦，佢哋兩個人就開始發生前鬥啦。而呢個路人啦，亦都成功將嗰把槍由薩爾德嘅手上面搶過嚟，亦都將呢個槍手啦搭咗落地㗎，然之後用搶到嘅手槍啦，將對方逼退，但係喺呢個前鬥過程當中啦，就俾喺天橋上面第二個槍手維納德用配有紅點鏡嘅步槍射中至少2槍，而落咗橋俾人搶咗把槍嗰個薩爾德啦，就向住天橋撤退。而喺呢個時候，其中一個參與慶典嘅阿伯啦，就跑向佢，用磚掉薩爾德，但係緊隨而嚟啦，呢一個向槍手掟磚嘅阿伯就俾天橋上面維納德當場射殺咗啦。薩爾德翻到上橋之後啦，就喺槍袋嗰度拎出另外一支槍，之後兩個人就以天橋作為據點，用水泥牆作為掩護，繼續向四周圍射殺啦。新南威爾斯州嘅警方啦，亦都好快接到報案，趕到現場，亦都呼籲邦代海灘附近嘅民眾啦，盡快揾到掩護，以方便警方繼續展開調查嘅。而警方亦都利用樹木作為掩護，開始包圍槍手，而且同槍手啦發生咗槍戰嘅。而一直守喺天橋上面嘅兩名槍手啦，亦都先後俾警方嘅槍打中。而呢個時候，在場嘅另外一個男性平民啦，就走上天橋上面，將槍手跌落嘅長槍踢開。但係佢呢個舉動呢，就令到警方以為佢係槍手嘅同伴，所以隨即警方向佢開槍嘅。幸好嘅就係呢一個男人呢，即時趴低，然之後俾警方制服。但係因為事出突然啦，基本上大部分人啦都以為呢一個男人係同槍手一伙嘅，所以之後啦有好多嘅平民走上天橋上面去打呢個男人噃。不過最後都解釋清楚嘅。而整個嘅槍擊事件呢，維持咗唔夠10分鐘。而喺期間啊，兩個槍手總共係射擊咗83次，
警方趕到現場之後啦，亦都還擊咗大約20次，而事後警方確認咗啦，兩名襲擊者都喺同警方駁火嘅時候受傷被捕嘅，而其中一人薩爾德係當場重傷死亡嘅。而呢一次襲擊發生之後幾個鐘頭之內啦，警方表示拆彈小組亦都喺邦代海灘其中一條平行嘅主要幹道上面啊，揾到一架汽車，入邊發現咗一個簡易爆炸裝置，不過好快啦，亦都將佢成功咁樣拆除咗啦。呢一次嘅襲擊總共造成咗至少16人死亡，而其中14人呢係當場喪命嘅，包括咗其中一個嘅槍手薩爾德，而另外2個人就係送到醫院之後不治身亡嘅。而喺在場受傷嘅人呢，總數係有42個人，當中係包括咗第2名嘅槍手啦維納德，同埋4個小朋友，同埋喺執法過程當中受傷嘅2名警察。而以色列外交部表示啊，其中1名以色列嘅公民係死亡，另外1個以色列公民呢受傷。而死者當中年紀最大嘅係一個87歲嘅長者，佢啦喺納粹大屠殺當中僥倖生存，只不過去到今次一場嘅槍擊案當中啦就罹難啦。而年紀最細嘅咧係一個10歲嘅小妹妹。而法國外交部長亦都表示，有一個喺當地足球俱樂部服役嘅法國公民啦，喺呢次事件當中遇害嘅。另外仲有一位82歲斯洛伐克籍嘅婆婆，同樣喺一次事件當中喪生。喺呢一次嘅襲擊事件當中啦，其中有5個人係明顯出手嘗試阻止過一對槍手父子嘅。最初一發現槍手架車展示咗有伊斯蘭國聖戰黑旗，而喺槍手落車嘅時候想制止一場槍擊事件嘅一對老夫婦啦，佢哋係最先出手企圖阻止呢次慘劇發生嘅人嚟嘅。結果可惜，佢哋亦都係最先喺一場槍擊案犧牲嘅一對夫婦。而另外一位啦，就係當其中一個槍手薩爾德走到落天橋下面，而咁啱一個路經嘅人啦，有機會走到去槍手嘅背後，成功將佢手上嘅槍搶走嗰一個嘅男人啦。而最後亦都係俾天橋上面另外一個槍手維納德打中咗2槍嘅。而第4個啦，就係嗰一個發現槍手薩爾德把槍俾人搶走之後，勇敢走去前面用磚頭抌向薩爾德嗰一個嘅伯伯。而佢亦都係俾天橋上面維納德當場射殺咗嘅。而最後第5個啦，就係當2個槍手喺天橋上面俾警方打中之後，佢第一時間跑上現場，將槍手嘅槍踢開嗰一位嘅男士。不過佢嘅下場呢，就啼笑皆非啦，因為事出突然啦，令到大眾亦都誤會咗佢係槍手嘅幫兇啊，所以警察向佢開槍啦，平民亦都走上前將佢毆打嘅。而嗰一位成功由恐怖分子手上面搶槍嘅英勇市民啦，原來係一位43歲敘利亞裔嘅穆斯林，個名叫做艾哈曼德法蒂艾爾艾哈邁德。佢喺2006年就移民到澳洲，而家就居住喺悉尼嘅薩瑟蘭郡。佢有2個女，喺2025年嘅時候啦，亦都將父母接到去澳洲嗰度居住噶啦。喺槍擊案發生嘅時候啦，佢啱啱好喺停車場嗰度啦，用車作為掩護，由後方撲向走落天橋嘅槍手薩爾德。而發生糾纏之後啦，亦都順利喺薩爾德嘅手上面啦搶咗把長槍。但係當佢搶到槍之後啦，橋上面嘅維納德就向佢開槍，打中咗佢嘅左手同埋左肩，但因為本身艾哈邁德匿咗喺棵樹後面，就冇受到致命嘅傷害嘅。之後佢就送到去悉尼南區嘅聖喬治醫院接受外科手術。而另外3名企圖同槍手搏鬥而被殺嘅市民啦，分別係69歲嘅鮑里斯古爾曼同埋61歲嘅索菲亞古爾曼，佢哋就係最初嗰一對嘅夫婦。另外就係62歲嘅魯文莫里森，3個人啦，都係喺蘇聯嘅時期已經移民去到澳洲嘅俄裔猶太人嚟嘅。而有關當局最後亦都確認得到啦，槍手維納德同埋佢嘅爸爸薩爾德曾經宣誓效忠伊斯蘭國，而警方亦都喺佢哋嘅車上面啦發現咗伊斯蘭國嘅聖戰黑旗嘅。另外，根據菲律賓移民局嘅消息啦，槍手兩父子喺案發之前嘅11月1號亦都持印度護照入境菲律賓之後，去咗南部文塔那俄島嘅達沃市，而11月28號離境翻嚟悉尼嘅。
而去到12月17號，兇手維納德亦都喺昏迷當中甦醒過嚟。佢被新南威爾斯州警方指控59項嘅罪名，包括15項謀殺罪同埋1項實施恐怖主義行為罪，再加上40項謀殺未遂罪嘅。本來一次平民慶祝佢哋節日嘅活動，霎眼之間成為咗一場嘅浩劫。喺大家歡天喜地嘅時候，點會諗得到喺冇幾遠嘅一條天橋上面有人向佢哋開槍掃射嘅呢？又點會有人知道正喺度感恩嘅一剎那，災難就會臨到呢？有好多人唔如意嘅時候就會怪罪造物弄人，但係要知道人禍始作俑者都係人類。人類嘅思想為咗自己爽啊，做得出嘅事情永遠係匪夷所思嘅。今日平安夜啦，喺今時今日呢個世代，除咗喺條街嗰度齊齊咿哇鬼叫之後，似乎已經失去咗平安夜真正意義嘅一晚。大家喺放縱狂歡嘅時候，有冇諗過平安呢？雖然冇乜可能發生，但係總希望天災人禍獸殺不再出現。我係二郎神，你聽緊嘅頻道叫做阿媽有鬼。如果你喜歡呢個頻道，記得點讚、訂閱、留言同埋分享。喜歡呢條影片，覺得值得鼓勵嘅，不妨多多益善，少少無拘，贊助一下呢個極難營運嘅小頻道啊！下一次我哋繼續睇一睇世界各地究竟仲有啲乜嘢天災人禍獸殺。